若继续来看即件，这是有民众来指控，讲有时代去带离个家人市立病院附设的护理中心，结果这个手腕缝拔起来受伤。啊，讲家属有要求，莫甲时代来拔手，但是护理中心是回讲去因遐都爱守因的规矩。另外，家属佫发现讲，甲时代接倒来厝的时阵，竟然是穿5领肉珠啊，实在是有够悍。啊，护理中心已经承认讲有疏失，会检讨改善。手有空喙，佮流血流汤，看起来真恐怖。手翘共款有乌青兼凝血，敢若佮互拔过魂。民众控诉讲，将时代人送去护理之家，敢若互人哭动。被控诉的就是家人市立病院附设的护理之家。民众讲7月23号老大人入去住，27去访视时，发现讲有互拔来受伤，院方毋若无通知。佮甲家属讲，伫遮守遮的规矩，家属一日工去，哪会无先沟通？院方讲，恁有签署同意甲拔起来，又佮特别出证据，讲病院是你讲白贼话。当班的护理师是确实没有让家属签了同意书，这是我们的疏忽的地方。姐姐其实都有来看，那也知道有约束的情形，也并没有表示反对了。家属佮控诉讲，老大人带入护理师回讲，即马无人有闲去处理，后来发现讲伊被穿5领肉珠啊，安尼家属真正无法度接受。那因为他要回去，那他行动不方便，所以我们那个服务员赵服务员就觉得说，是不是把他包好一点，免得他回去以后渗漏。本局要求了院长跟他的团队前往家中访视个案，并且向家属致意以及沟通说明。卫生局已经伫调查，会派人去稽查，嘛会继续监督，避免讲日后佫发生类似的情形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